两边的方式。你们需要是，我们还是针对那个啦，牧师进来教会，然后带动教会，这样那一段。哦。我一看教会以前的事情，我会跟他们讲。好，对。所以我需要长老来来纠正我，你要怎么来？你要怎么该？我不会从头起，对那个高呢？对，也许长老就这样。那牧师，你们家里还有没有以前教会的一些生活的那些什么照片啊、纪念的照片？能不能借给我们扫描一下？我记得这个建教会从第1楼一直到我那个有。面还有一个。是哦，那边有。到时候能不能借给我们？我们做扫描就是扫给你。可以。就麻烦牧师找一找。其他的比赛有没有？一方面做教会的历史那些照片，我们就来做出来。如果说有关于教会的照片，牧师就麻烦你，到时候一起带给我，好不好？我们就做完扫描的时候，我们会帮你。上个说那个奥诺历史的教会，我挖的古代，上个说那个奥的历史的，那个他们一个人讲过，很多人，上个说的，我不能一个人讲，比如说我们现在讲，那个国人，为什么？所以将来的这个，就是。你要问长老，长老比利亚斯讲，比利亚斯上来比利亚斯75位，其他的，为什么呢？把所有人都安排好，做好了。他看长老可以是按理可以讲，那所有人呢会也怕那马利亚说做拜不是说在国外呀，在巴拉拜，讲不好的话，所以那所有人又回来了。所以你要不讲，可以我也可以讲的，我不会说你们怎么样，我不会买那个什么不让我用我必须要什么来听呀，大家你们看你们这个地方有长老，昨天这个长老。你不愿意分别的事情，你会从刑警那个西片的刑警，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发生的？前面的很好，没有什么，那个都在对的是，到最后都好才有这个教会。这个一般在东西有种祷告，才有这个很多的这个贡献这个教会。到最后，现在是我对你这样我也高兴。这个不是
是背负了不大的问题。有误导方式还是要继续讲，离开一下不长的，离开不长的，所以一些。我想牧师，谢谢你这样分享。我想我接定了第一个回应。第一个就是可能内部讨论不是很周延所以今天晚上你就提出我的问题，在这个地方，我觉得非常好，也帮助我们在将来我们要如何去制作这个40周年的那个教会历史的影像，一个非常好的方向。谢谢你的提醒。第二个，我们之所以要成立这个40周年的这个纪念的影像记录指示。应该可以。对，我讲话就正对着我。没有，看我这边就可以了。啊，这样子。对。对啊。好，那先请那个牧师，可以先谈一谈，就是牧师是怎么样的机会之下，来到樟树这边牧会？这个就要来到樟树教会，可以说是完全是圣灵怎么带领啊？因为我来樟树教会之前呢，我是在服务中心，是最后1年啊，我准备要到日本，又到日本有一个大阪教会，那叫北大阪教会啊，他们有一个负担是对讲华语的当然是更多是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已经淡薄了哈，跟阿美中会也好，跟总会已经淡薄的时候，准备要聚。没有想到樟树教会呢，大概有一段时间没有牧会，没有牧者，那就几个长老就知道我服务中心的任期快到了，他们就郑州这个机会就到我那里就谈到教会的需要。谈到教会的需要，当然我就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已经刚才讲的话，已经接受了那个北大阪教会的这个聘任那需要一个有宣教经验的宣教师，来帮助他们对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学生也好，在日本工作的讲华语的这个年轻人。所以当初我就介绍给长老说，在我们中会里面有很多的好牧者，所以你们可以任选一个最好的牧者。但是他们还是不放弃，
播放机啊，就1次2次，大概有我记得还是第3次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把教会的这个奇迹的需要，也很清楚的告诉我，告诉跟师母。那大致上我大概对藏书教会的这个需要有那种认同，但是身不由己啊，因为已经答应给这个日本的教会要做宣教师。第4次来的时候，给一段时间呢，在祷告当中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意向，他说不去日本，留在台湾，留在台湾。因为在西北宗会有几个堂会都没有牧者，藏书教会也是其中之一，所以藏书教会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信徒也蛮多的，在西北宗会来讲是一个算是大的教会，所以我这种长老，讲到这个教会的需要之后呢，就在第3次，我就深深有一个负担了，对于自己的处境的一个福音的善，因为我学校毕业都在机构，后来就搬到马来西亚，回来又在台北原住民服务中心13年，所以对自己族群的一个教会的牧会工作还没做过，所以想到藏书教会有那么积极的需要一个牧者，我为什么一定要到国外？那个时候就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挣扎，就经过祷告之后呢，当然神有特别的一个给我看见了，就说留下来。所以第4次来的时候，我也还没有跟师母商量过，也没有告诉他说我们留下来。那第4次长老来的时候，就等到最后，我就告诉他们说我答应留下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有几个长老真的流下眼泪，他们感谢说牧师，谢谢你能够接受我们的需要。所以其实藏书教会总分裂之后，有这个曾修慧牧师，后来他离开又为牧者，所以整个教会的运作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打击无论信徒的灵命这一方面，教会的整个事工都好像都停顿，所以这样下来，好像我看到这种情景呢，是最后的一个决心留下来的原因之一不然的话，这个教会就可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又会第2批的分裂的话，就对教会不大好。对，因此我就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好。张数嘛，对，那就是在开始的那个应该算是前半年或是前几个月的阶段，牧师观察到那个教会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牧师又想要怎么样子去，因为牧师有提到说，你怕这个教会的事工会停顿，那你是怎么样子，就是提出什么样子，就是方法还是策略？跟教会的那个长子合作等等之类的，可不可以先谈一下这个部分？就是刚来的时候那个阶段，牧师的一些刚开始的一些想法是什么？那跟长子的配搭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就是讲反战的话，可能就是也可以穿插啦，不见得说一定全部都是那个。反正因为到时候会打那个字幕了。那个 low power，
东西？有拍？不是，这个对，电池要没电了。没有电了。对，刚刚来接受这个樟树教会的这个邀请，闭幕以后，就看到了教会的第一个需要是，我必须要教育所有的这个长职，以及各团体的所有的干部，因为过去我都不太认识这个教会的来龙去脉，所以就在前一年，大概是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摸索的一个事情，先了解一下整个的教会应该要走哪个地方。所以，但第一个刚刚讲过，就是怎么样的去教育长职，他对个人的，比如说长老的职务这方面，知识的，或者各干部的这个自己的职务这方面的一个认知，因为你不这样重新再教育的话，往后的这种牧会工作大概是可能会变成是单枪匹马，自己在做，所以必须要让长职也好，各干部的基本干部都要知道我想要做的是什么，所以这个刚刚来的时候，大概比较注重在这一方面的一个教育我希望那都是就会时期都是那个所以让我在教改。好，那先讲牧师第一个任期嘛，你的任期是从1994开始的，然后到应该是到1992年，对不起，2003年哦，没有，我第一任是4年4年嘛，1997嘛，是吗？对喽。第一任是4年，直到好，先讲第一任的部分，就是从那个资料显示说，牧师就是当初就是一开始就是的确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做一个信仰的那个领导人。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可以看到说，牧师其实你扮演的角色就是涵盖整个汐止地区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或是福音宣教的这样子的使命。那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牧师所应该算是所奉献的，或者是牧师在参与的这样子的这么多的那个事工里面，你自己的心就是曼谷哈拉登文的时候，你心里的想法是怎么样子？因为牧师好像也有提到说，这个部分来讲，对你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跟负担。那我们也知道说，从这个教会历史的部分来讲，也是看得到说牧师对我们教会的贡献，或者是对这个戏子的，不管是平地教会啊，或是我们这个原住民的这个，不管是福音工作，或者是那个有关于原住民的一些事务的工作，牧师你的参与跟那个协助，应该算是从第一任开始，一直延续到第2任了。那当初跟你所设想的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这是第2个部分嘛，就是说你第一个就是你参与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你的心得是什么？那第2个就是跟你当初来到樟树这个地区牧会的一个本意有一个落差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子去做一个平衡？好。有关于这一方面的第一任是4年，在刚刚讲过的，刚刚来的第1年，大概就是摸索以外，了解教会的需要，就是说我从自己的干部、基层干部这边做一个教育的一个策略。那就在第一任当中呢，有几个重点就是
当然是自己的干部重建自己的干部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以外，当然对一般信徒怎么样把信徒过去的这种分裂的伤痕在各方面的这种不平衡的状态能够再一次整合稳定在这个教会，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个会友就是第二波让萨拉雅嘎能够稳定下来。那么大概就应该是从第3年吧，第2年还是第3年后面，就我最开始发觉到这个樟树教会这个社区可以说是有不少自己的同胞那所以一来我就有一个暑假开始连续的应该是3年，就有一个各业辅导，因为我们从乡村来到都会的这个我们的同胞呢，总是在各方面都比不上这个大都会的大汉族尤其是在教育这方面，所以我们就开始有一个把喜欢拿图娃娃就利用那个暑期的时候呢。动用了那个时候我们自己独生独长的神学生，还有也在学校教书的几个老师，来做这个辅导工作。我这在第一次办了2个月的时间呢，后来就我们做评估的时候，有几个老师呢就哭了，我那时候就感到很惊讶，他们哭的就说：“哎呀，原来我们的弟弟妹妹就是有那么差的一个成绩所以才知道说他们在学校的一些困难所以我们再继续的第2年再继续做。当然一些经费是我们就向施工所去申请不足的地方，当然教会也可以帮助所以就这样的一个另外一种对帮助我们自己子弟的这种各业所以当然这个不是只有教会的萨拉雅嘎的孩子我弄了一点也细致帮助我万帮助我们就用福音车这样接送所以虽然辛苦，我知道每一个老师非常辛苦，但是我知道那个成果相当不错可以帮助我们的自己的子弟解决他们在这一方面的一个不足的地方。那另外一个是我们是尽量走向这个社区尽量走向社区，所以我们几次的一个培灵会，我们没有在教会，当然有几次刚刚开始在教会后来我们就发觉到，好像我们就隐藏在教会不行，我们一定要走出去，把这个培灵会就变成一种社区性的，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因为在教会外的这些萨拉雅嘎不可能会来，所以我们就有几次就是开始在外面做培灵就是在逐步在比较大力的去推动二方面让萨拉雅嘎也能够带动了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同事这样一来就可以慢慢的那些过去在乡村非常热心的一些年轻人，到都会以后好像失落了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也没有了教会，所以用这种方式也带动了不少的萨拉雅嘎这是一个我们在第1任的时候大概做到这样的一个设计型的一个关怀。好，信徒让你会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从他的身上可以见到他的见证而改变自己的那个部分，说就是不是改变自己的事情，就是说，我那个手机里面拿出来，当然讲到这一点呢，就是说，他说这个部分就是
可能每一个牧师都没有不一样啊，他可能想说，他可能会经历到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可能就是假设就是一件事情或一个人或一件事物那样，啊，有没有比较特殊的，然后就是在当中对你的信仰有特别增长还是怎么样？他的意思是这样，就是大概这样，我是整理一下。可以。那谁就好。开始了。好，刚刚讲到问题的话，其实是一个牧者在自己的牧会的生涯里面，一个非常得意的地方，就是当一个信徒在一个走投无路，碰到一些自己的一个瓶颈的时候，那是一个每一个人实在是很难去面对的，比如说家庭的问题、夫妻之间的问题，像这样的一个个案，在我牧会当中也碰到了几个，然后呢，后来就把这个家庭能够就说破镜重圆，那个就是说让他们再一次重新建立自己的婚姻生活，建立自己的家庭。真的，一个牧者看到这样的一个成果的时候，非常的喜乐，喜乐。所以尤其是我们原住民在都会生活，不是工作上的问题，就是碰到家庭的这种感情问题，然后呢就碰到子女的教育问题。所以像这种种种的问题压在一个家庭主妇也好，一个家长，真的不晓得怎么面对，因为身边已经没有自己的父母亲，只有自己夫妻来承担，所以受到这种的压力、这种问题的时候呢，多少会带给家庭一个破裂，还是家庭一种不幸的事情发生。所以在我的牧会工作上，大概这一方面也努力的让他们能够和好，让这种破镜的这种家庭呢再次重建，这是一个在牧会工作上所遇到一个感受到非常的温馨的，上来看能够再一次能够来建立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当然，有的是信仰方面的信仰方面的，这个是在牧会工作上必须要长时间的去带领，长时间的去奋斗，不是说这一任就完毕了，必须要可能下一任还要继续的，因为信仰究竟是一个蛮长的一个路要走，所以这个部分在牧会上也看到一些跌倒的都有，让大家能够再恢复，来堵住那个火口，不是说一点两点的，要一个长时间的跟大家在一起，来怎么样的去辅导，所以就是一个牧会者必须要有一个耐心的去处理。好，有关于那个在那个教会这几年期间就是有几次的机会，就是带教会的信徒去国外，不管是去马来西亚，最早是马来西亚，再来是去韩国，还有耶路撒冷，先去马来西亚，再来是以色列嘛，对，再来是去那个韩国。对，对，那后面还有去那个印尼，那这个部分就是去，不管是去那个国外的教会那个观摩也好，或者是去做那个短期的宣教，那这个部分对于那个从牧师来讲的话，就是对撒利嘎嘎在参与的过程当中，
牧师你看到了什么？就是在撒雷嘎身上的一些成长也好，或者是见证也好，或者说是一些改变也好，对，这个部分就是那牧师为什么会这么坚持，就是一定要带撒雷嘎出去走一走，出去看，然后有没有出去传，就是做那个宣教的工作，这两个部分。对，在这个问题上面我最大的目的带撒雷嘎出国因为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因为我们在自己的本国里面，自己的小小的一个世界里面，可能看不到的东西，所以一个人可以出国，可以说是一个学习到一个很大的学问。所以第一次带撒雷嘎到马来西亚，当然我过去在马来西亚做宣教工作12年，所以我最大的目的就是让撒雷嘎可以认识到我们过去工作的地方。二方面呢，让他们有一个负担因为一个基督徒在一个自己的教会里面，可能看见的视野就是我们那自己的每天一起生活的几个人但是你到外面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另外一个处境，另外一个民族。所以在马来西亚就是带他们到已经工作的地方，让他们体验到对国外的一个短期宣教，虽然很短，让他们能够看到有这个负担为那个族群的祷告，为那边的福音工作来祷告。所以我们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到过神学院，所以后来那个院长我就故意告诉院长说，报告一下一般人在这个地方读书的学生的困境是什么。所以后来我的长老就发觉了说，牧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来认养这些神学生帮助他能够读完这个神学院。我说这个很好的感见所以那一次我们去，几个长老就有这个看见，回来就开始收奉献了结果很不幸的就是那个院长没有把那个要认养的学生的相片和他基本的资料没有寄过来，所以我们一直收的钱就怎么办呢？我就打电话过也没有消息，所以后来我们就把这个钱最后就寄到这个年会，就是一般年会，就专门做神学院的做一个也没有多少，做一个能够分配给那学生。所以那一次我非常感动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原住民不是像汉人一样很有钱，但是大家那种感动就是说，我有负担。所以我那一次带到马来西亚，最大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有对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宣教负担虽然没有去那边，没有继续在那边，可以继续不断的为那边祷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到耶路撒冷，到以色列那个是我带他们进来之后，又有另外一种感动每一个人到一个景点的时候，都会在那边流泪，甚至有人说：“主啊，我可以死了，我已经看到你已经踏过的地传福音的地方了。”所以我就看到每一个这样不同的这种表现非常感动。还是带信徒到以色列。其实以色列就是我们每天在读经，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这些以色列的整个地理历史整个福音怎么转过来的。所以撒雷嘎一打到那个地，真的很激动，甚至有的人拿石头带回家，有什么样东西都拿做纪念。所以当然这是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说我已经这个我的脚已经踏上了这个耶稣曾经走过的这个耶路撒冷什么地方所以他们之后呢好像对圣经的认识也增加很多。所以每次一等到那边的时候，对啊，那时候我们已经
走过这个地方，干到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百问什么不如一见。不如一见啊。所以他说我们过去是一直牧师讲，这个耳朵在听，啊，今天呢眼睛看到了，我的身体也达到了这个地方，哇，那种那种体验啊，真的是大概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去形容。所以各个回来的时候，哇，那种热心啊，那种对神的话语的追求，好像比过去倍增了。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那到韩国是，我们知道韩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国家，啊，走几步就看到十字架，看到教会，所以每一个在一个一听那边的时候，哎呀，这边的教会那么多，啊，所以大家到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不同的干线，让撒莱干能够增加他们的对国际性的一个视野，啊，让大家也感觉的时候，哎，我这一生。也干到了几个国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旅行啊，所以我鼓励撒莱干尽量可以省一点钱可以出去看一看，谢谢。好，谢谢牧师。谈到就是牧师在第二个任期的时候，好像就是有当选那个中会的议长。那做这个中会议长的工作，我们知道就是其实真的是很忙碌啊，尤其看到那个教会的那个教会日志的记录，可以看到牧师一下子在台中，一下子跑去那个台东，就是很多会要开，或者是很多教会的一些纷争要去处理，不管是曙光教会还是平原教会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个中会的一些状况，就是可以看到牧师这是在第二个任期开始，就是在参与这个新美中会的事工，真的很忙碌。然后是不是可以请牧师就这个部分谈谈，就那一个担任那个中会议长的这个期间，你的那个就是你的心路历程，就是你在处理很多教会的事情上面，心得是什么？好，对这个确实是我在个人的感受是不喜欢做议长，因为一个牧会者，你当议长就已经会把自己的工作几乎是大概有1/3都没有办法去做，因为这么大的一个我们的新美中会的教区到高雄到基隆，所以有一些地方教会的一些问题。议长一定要去出面，所以在那一任做议长呢，其实我在阿美中会大概做3任的议长，在西美中会2任，可以说是也是倒霉大家推了，不接受也不行，但是一接受起来真的很累刚刚讲过，大概1/3自己的教会的工作都会影响到，所以。但是这是一个使命大家对任你不得不去做，所以，但是我最大的感受可以关心到自己教会以外的一些教会的问题，因为我们对教会的问题不是说，你看小小的教会就有那么多问题，那其他的教会，那尤其是没有牧者的教会那更是问题多多。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中会的干部这些中委必须要来去分担，来去帮助地方教会这是一个在做议长的时候很大的一个工作。那还好，我们教会的长老非常的配合，我不在的时候，我都会安排他们讲台上的信息张氏教会的长老真的。个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工所以我在做议长当中呢，做议长的任内好像教会也没有埋怨他们更高兴的说牧师可以所以我这个部分虽然很累，但是我感觉到好像在我们的背打施工上面更立起那另外一个
我在第2任的时候就当过总会的原住民委员会的那个什么财团法人的董事长。哇，这个更大了，这个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主动的教区哈，所以不管是阿密斯也好，其他的族群啊，到屏东啊，到哪里要处理这个财产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头痛。所以今天我敢讲，如果教会的财产没有做好，可能将来是我们原住民教会的一个悲哀的地方，因为教会被变卖，被个人所占用的时候，这个信徒一定会信仰就会失落，一定会分裂。所以这是一个我在做董事长的时候就看到了许多教会的一些问题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每一个撒拉干必须要常常为牧者祷告之外，还要在我们的每周的周报里面所担当的一个资讯，要最好的一个祷告祷告。所以这是我对议长也好做董事长的工作任内一个最大的一个感触。所以樟树教会也知道，所以他们都蛮积极的。所以我们的祷告小组几乎都在为自己的教会以外，也为在其他我们所碰到的一些问题给他们以后，他们积极的在带导，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好，请供。那个教会就是人才培育的部分，因为信仰的战争就是其实要很多的士兵，那士兵也是由将军来带领，那牧师就是信仰战争算是上帝派来的那个什么打仗的将军。那有关于教会那个培育那个就是神学生这个人才部分，那我知道就是在陈牧师在教会这几年当中，就是算是很鼓励的。那其中比较有那个清楚的见证，就是那个刘牧师嘛，就是算是那个陈牧师这边，就是应该算是感动他也好，或者说是鼓励他也好。那就这个部分来讲，就是有关于那个教会人才的部分，因为其实到后面算是说这几年尤其针对那个我们阿美族的那个神学生特别的少，牧师应该也大概知道。那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是不是也可以先从那个刘牧师的这个算是刘牧师的一个例子来去看其他就是原住民教会在培育那个神学生人才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这个教会的立场来讲，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样子做更好的那个算是办法？可以吗？好，有关于这个怎么样培育我们的一个领袖我想这个是一个牧会者一定要做的，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这种生活是一种团契的生活所谓团契就是不是说牧师一个人在那边一个人在单枪匹马以前我们教会的形态是以前就是一个牧师总主日学这大人全部包办。我说哇，想起来也是厉害但是在我们现在的时代，已经有教育普及了嘛，我们的年轻人也都高等教育都很多了，所以应该要利用我们的年轻一代的人要做更好的一个服侍第一个，我在樟树教会的到第2任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小组，那个时候我们大概有8个小组，8个区我为什么要做这样8个区呢？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没有办法关心到那么细所以必须要一个区一个小组
所以我这大概分配2个长老、2个执事这样。所以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关心能够关心到牧师没有办法走到的地方，比如说因为我们的周间的机会是加班以外，还有祷告会、周间那个主日礼拜大概是比较固定的是这个。那牧师也会去探访，但是问题是那么多我们的信徒，如果算起来有200多位在名册上面，所以这么多的信徒怎么去关心一个牧者没有办法，所以必须要培养我们的小组的小组长所以当初我一直很痛苦的在做这样推行也请外面的几个做过小组的也请他们来，所以主要的目的就是培养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动能够动员撒亚干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在教会做的。我相信现在教会都我们的资料都在牧师馆这边很多所以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刚刚讲的我们牧者在一个教会牧者，另外一个培养的方向就是鼓励年轻人读神学院读神学院。所以我当初来樟树的时候，我就干起了2个人另外一个我不讲了成功的就是刘阿珍刘阿珍。所以刚刚我们就转递这个意向的时候，刘阿珍就拒绝，他说我不是这个人才，脸红了，整个红所以后来师母就说好，我们不要继续讲了，但是我们会继续祷告。真的我们花这个时间了，因为这2个人我们的神一定会用他们，但是后来一个没办法后来上帝就抓住了刘阿珍。所以当然上帝怎么抓他我这边不方便讲他有一个非常奇妙上帝的带领。所以后来他就自己找我，就说牧师我要读神学院不是我们我们就继续为他祷告，但是圣灵真的感动他非常感谢主今天已经在樟树教会封牧。我相信就是一个樟树教会的每一个撒拉亚干有目共睹也就是撒拉亚干最欣慰的地方。为什么呢？他这边是独生独长的他一起跟撒拉亚干一起长大，所以他回来这个地方是最适合。所以当初他要毕业的时候，本来就是我已经物色好了要做接棒人，但是他一定要到外面去奋斗一下也好，学习一下，这样也不错所以现在回来了不单单牧师高兴我相信在樟树教会的每一个撒拉亚干是最需要最高兴的地方。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一个牧者。好，谢谢牧师。另外一个不是那个我继续讲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因为现在我们都是生活问题嘛。那如果你现在是公务员，你现在在公司的一个大老板，没有关系。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尾声的机会，就是退休之后我们这边现在很多阿美中会很多我们最近在西美中会那个林清燕老师丹江的老师一退休他马上就到神学院忍耐3年。所以我鼓励樟树教会的年轻人不管你在现在从事哪一种工作，希望你在退休之后那种第2春的方向，你可以求上帝来帮忙你祷告一下，希望你有负担，因为将来我们在都会的原住民越来越多所以需要的工人大概也要一批年轻人。所以希望我们在樟树教会的无论是做老板也好，做在政府机构做公务员的，你一退休
希望你能够把那个这个往后的这个退休后的生涯呢，献给上帝。谢谢。只有年轻人而已。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请牧师来分享一下那个自己的那个心得？这个问题真的也是很难过哈，淹水的问题，对我们樟树社区来讲是我来这边已经2次了大淹水，之前都有过淹水过，所以对于这个部分来讲是给予我们住在这个地方的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这个很多尤其是1楼的人，他的好好的家具全部泡汤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事情。但是从信仰的角度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在2次的一个淹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成果是什么呢？学校前面的庙关闭，还有一个庙在哪里忘记了，有2个地方，好像说在那边，关闭，都在那边关闭。因为之前呢，我们的祷告小组我不管是祷告小组也好，来告一直鼓励，我们常常为我们的社区做行经祷告，所以一直到今天我还是继续不断的，退休了以后我就有行经祷告，很有效。有一次碰到了，结果他们回来以后就讲说，牧师有一次我就在庙前面叫哈利路亚，为这个庙祷告，要把它消灭掉。后来有人看到了，你来这边拜拜啊，这样。后来他也没有回答，他说只有神知道。所以你看那一次好像是第2次的最严重的那个淹水，那个学校的前面的庙没有了，我还有那个地方2个地方没有了。所以我说淹水，我们这种人来去看的时候，哎呀，真的劳民伤财。就把我们好好的东西全部泡汤了。但是我刚才讲过，有些事情，这个也是上帝的旨意。每次在下雨、台风一大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来干做什么？不是说一直看电视，还是在祷告。神，我们这次的台风，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心理的一个准备，就是祷告。所以有一些困难，有一些问题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也好，家庭也好，社区也好，这也是一个身为基督徒是一种信仰的挑战。不管这个问题是对你有没有关系，人家在外面打架，你不要说那边高兴的在那边看，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付出代价，就是祷告。神啊，你要帮助这些人。所以无论是台风，刚刚讲的台风，真的对我们来讲说，哇，我们的椅子什么东西都泡汤了，所以贵重的东西也泡汤了。但是我刚刚讲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慢慢去思考的时候，神会通过这样的东西来反省我们、鼓励我们、激励我们更坚强。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社区，刚刚讲那个庙关闭了，你看我们叫它关闭不可能但是神给他用水灾把它关闭了。我说这也是一个上帝非常奇妙的作为。那另外一个就是教会的一个刑事案件，这个刑事案件当然也是很难过的事情，大概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牧师被告后来就有几个长老被连累像甘兴光那时候的总务所以其他的人都作证全部都去法院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一个给我一个很大的学习也从来也没有去过法院所以因做这样的一个刑事案件呢就到警察局到法院真的我就深深感触到，每次法院在问，法官不会发脾气那个检察官
哇，都厉害，哇，那个检察官很温柔，不会那个法官都对了，检察官，哇，你改，这样，他这用很激动的方式让你很紧张，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就适应了，就非常严重的，他拿那个教会的那个法规哦，哇，你看，评上了这个陈牧师是小会议长，哇，他的工作怎么的这样，那后来我就说，评上，检察官对我们的那个教会法规的认知，他根本没有去深入，他今天讲的只是一个鼻毛而已，我就这样回答。那个检察官也不讲话，所以我那一次的那个刑事案件呢，给我很大的信心。难怪很多人到法官面前的时候就发抖，就不晓得怎么讲。本来没有罪的就变成有罪了，因为你认了嘛，对不对？所以那一次我就是感受到一种很大的学习。那另外一个我刚刚讲过，教会发生那个刑事案件，也可以说是，我们也有责任，对方也有责任，对不对？所以当然赔偿，我们必须要道义上要赔偿。我们也在法官里面就讲过，我们道义上有赔偿。所以，那这一次的刑事案件，我刚才讲过台风的问题一样。自从这个刑事案件发生3年了，一直每天到法院，几乎每个月，有的时候一个礼拜一个月2次，就这样，3年。我发觉到教会的撒亚嘎，我很积极的为这个事情祷告，甚至有的长老不上班就陪我们去旁听。他说我们在后面祷告，我们是这样。其实为了这个事情，所有的撒亚嘎没有一个人不动，只要这个要去法院的事情，各小组都开始动，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我刚刚讲过，很多问题发生，我想不是一个关键。宗教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团结一致，撒亚嘎有没有同心合一，那是问题。因为如果背后没有祷告，可能这个事情可能发生的更糟糕，发生更糟糕。大概对方要求500多万，教会哪里有那么多的钱？所以最后好像聊聊，也没有拿多1分钱，因为他过了那个最路权。对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家的凝集的这个力量，非常非常重要。好，就先到，都是对那个教会的期许，未来发展的期许。对。好，有对教会将来的这个期望的展望，我大概重点放在2个地方。第一个，我们来到这个樟树教会的时候，樟树社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不毛之地，所以在我们的30周年的纲目里面，我就写过，因你得福，就是亚伯拉罕，上帝给亚伯拉罕讲的，你到哪里，这个地方可能就会得福，我就应用那个对亚伯拉罕的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救。其实我们到这个地方也是神的安排。你看这个不毛之地，也没有灯，也没有水啊，那个时候大家都能够忍耐的生活。那后来真的上帝就开发了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樟树教会的撒亚嘎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个地方就是因着你在这个地方落脚这个地方呢，得到福气。教会被建立在这个地方，这个社区就得到福气。我想这个不要忘记。所以第二个，既然上帝选召我们落脚在这个地方，
建了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宣教负担，不是只有灌输我们的撒亚嘎在信仰上能够坚强，当然，不是最终的目的在这个地方。我们最大的目的就是总教这个教会走出去。所以我刚刚讲过，过去教会呢在那边牧会就是一直在努力怎么样走出去，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撒亚嘎我们要经历到教会的40周年，我们已经长大成人，已经是可以按照我们的一般的讲法的话，一个人到40岁、30岁成家立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成家立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我们的信仰已经是上帝已经祝福给我们这个地方，已经够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祝福带到外面，走出去，要关心到我们这个社区，关心到我们这个整个戏子区的原住民的福音工作。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我来到这个教会和离开这个教会退休了之后，是对撒亚嘎的一个最大的期待，希望我们能够走出去。意思就是说，我们把福音传遍在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希望将来樟树教会不单单只有阿美族在聚会，希望这个地方的汉人同胞也可以用这个地方做聚会的场所。祝福每一个撒亚嘎我们的刘牧师、各位长老和所有的长执、各干部，在这个40周年的庆典里面，我们成为一个上帝非常好的一个精兵，我们懂得走出去的一个精兵，把福音转到我们这个整个戏子。阿门。没，是吧？撒巴太近了。最后3。我saya ko lay sa pagkalaman soal itini pulong no sa kay itini